超平民地道壽司店，唔講你唔知。事緣原來有好多人喺日本食壽司中過伏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涉谷，喺涉谷109左邊，大概行1分鐘左右。間嘢匿埋喺地下。呢間嘢係我老師佢成日食，話好正叫我試。如果佢唔介紹，我肯定唔會識得嚟食。係嗰種好舊式、好地道嘅感覺。可以問佢攞咩料，有3種語言。熱賣30年嘅蜆汁同蟹汁，有半隻蟹仔，濃郁蟹味，正啊！而家最關鍵教你點落order，話明地道，咁計就咁用口講。如果覺得 level 太高，就攞個 menu 讀俾店員睇。咁一落order，佢就會立即新鮮同你整。由落單到做好都係10幾20秒嘅事。食得呢度真係太平，完全唔需要顧慮，想食就攞。舊吞拿魚好肥美，唔使講你都知正。大啖食啊！2個人加埋食咗成16隻碟，加埋都係3000yen多啲。咁就係咁多啦。想格睇好西嘅一顆紅讚好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，試嘅朋友可以留言我知你點睇。天卡蘇士，下次再見。